来继续来看南投县政府举办传统手工做茶演习活动，要甲先人的智慧发扬，互更较侪人知影。 不管是甲茶米叶摕去泡，或者是用脚来拿茶，这拢是传统手工做茶过程。县府文化局为着要传承这项手工做茶技术，小连续2年开办做茶见习班，希望当栽培在地金龙。希望呢，我们有参加过初级班的学员他能够再回来来实际再来操作因为时代变化，有真侪茶农拢是靠机器伫咧做茶，虽网速度紧，不过用机器做出来茶米，迄香气都无手工。 这样纯。那现在的乌龙茶呢，喝起来呢，没有感觉。那这个问题就出在工艺上面了。借由这种活动的一个推广呢，把它传承给年轻人。为期5天的课程，若要让青农了解传统做茶珍贵所在，嘛希望这传统工艺文化会让代代传落去。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